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我哋每日灣區一件事嘅時間喎。今日啦3月17號啊，咁啱啱咧收到個消息咧，就係講緊咧呢個高鐵12306嗰度咧，咁啊會有啲優惠俾翻我哋嘅長者喎。講緊咧淨係唔係俾國內嘅人士啊，講緊係俾埋咧我哋港澳居民啦，同埋台灣都有嘅，係啦。咁啊甚至一啲外國人，如果你揸一啲永久居留喺中國嗰啲都可以有。咁啊有咩優惠咧？就係話60歲以上啊，咁啊就會有一個叫做積分計劃，係啦，積分計劃。咁啊呢個積分計劃點做法咧？其實咧普通年齡講緊60歲以下都有，不過分數就冇咁多啦。咁啊講翻集中講60歲以上先，咁啊基本上咧會有15倍嘅積分。咁呢個積分係點樣計法咧？佢就會咧，你每使呢個1蚊嘅話咧，基本上咧就計翻15倍嘛。即係話如果你有1000蚊，咁你即係會有15000分，係啦。15000分嘅話有咩用啊？咁啊其實咧佢可以兌換現金嘅，即係話可以攞嚟買飛。咁啊即係每100分咧就可以兌1蚊。又如果頭先1000蚊，我哋用咗1000蚊，可能翻廣州翻咗幾次嘅話，咁啊儲夠1000蚊啦，已經有15000分，15000分咧就除翻100蚊，因為除翻100分啦，咁即係你可以兌現翻150蚊出嚟啦。150蚊咧，其實你都可能可以夠你坐個幾次翻國內咯咁樣。咁啊，所以其實都幾划算下。咁如果你話唔係喎，咁啊我係咪要真係一定要攞到國內嗰啲居住證先得咧？咁唔一定嘅，只要揸住回鄉證都可以噶啦。所以咧，而家我哋基本上揸住回鄉證喺4月1號開始咧就會有積分噶啦。咁啊呢個積分咧就頭先有講啦，就係講緊係長者嘅就係60歲以上就係15倍。如果我哋普通60歲以下嘅都會有5倍嘅積分嘅。咁呢個真係唔錯啊！我覺得就算我哋普通人都有5倍嘅講緊。咁啊另外咧，如果你話咁啊直接喺嗰個 Apps 度係啦12306嗰個 Apps 度咧，咁其實咧佢裏邊咧就會見到啦，其中咧會有一版，應該係第1版嗰度咧，佢會寫住一個叫做敬老版，係啦，敬老版。咁啊，撳入去之後咧，佢會點擊到有相關嗰啲資料，你剔翻裏邊咧，撳翻啲資料咧，就可以直接做兌換嘅。咁另外啦，咁啊同埋咧，佢優化有關於咧一啲長者嘅服務嘅。咁啊，你可以甚至係提早預約。咁啊，有關於嗰個車站嗰個服務台嘅，即係譬如有啲特別需要啊，可能要揾人幫手啊，要搭相關嘅通道啊，搭相關嘅 lift 啊，都可以做預約咁樣嘅。咁啊，呢個服務就對一啲我哋好多嘅退休人士嚟講咧，可能都大部分人都已經超過60歲都非常之好啊，因為除咗話香港有呢個叫做長者優惠之後咧，去到國內12306度坐高鐵都會有啊。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需要嘅，其實都可以趁呢個時間咧去入翻 Apps 咧，了解下究竟點樣做法啦。咁我大概都講講裏邊嗰個內容，咁啊有啲資料可以 send 俾大家睇嘅。如果大家未知嘅，亦都可以聯絡我啊。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先，聽日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